一对维吾尔族夫妇多年前因出国探望已获得外国政府庇护的儿子，结果遭到中国政府报复。现已经加入瑞典国籍的多格鲁克·海米提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采访时表示，他的父母亲因为他获得瑞典政府接纳为政治难民而遭到报复。2017年1月，他在东突厥斯坦伊宁市的父亲海米提·阿布都热赫曼、母亲沙阿代提·鲍武顿双双被送入政治集中营，从此再也无法和亲人见面。他说，我父母60岁左右，是退休干部。2017年1月27日，国保大队把他们送入教育中心。3年后，他们被判刑18年，当局的借口是因为我在瑞典政治避难。2014年又在土耳其和我见面。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说，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中国政府去年下半年对外宣传关闭了大部分再教育营，但部分拘押者被重判入狱。他说，教育营虽然少了，但监狱没减少，很多人遭到重判。1月14日，维吾尔学院执行主席阿布都哈米提·卡拉汉、秘书长兼中国研究员主席派尔哈提·库尔班、安卡拉大学讲师埃尔肯·埃麦提博士和维吾尔研究学院的买麦提·伊利哈姆拜访了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贾欧达特·伊尔麻泽。代表团向伊尔麻泽副主席提交了一份关于东突厥斯坦局势以及海外维吾尔人的报告。伊尔麻泽副主席说，作为兄弟姐妹和宗教同胞，他们将继续支持和帮助维吾尔人。当天下午，代表团还访问了土耳其国民议会，并会见了民族主义行动党成员沃尔加伊克鲁泽先生。他们代表维吾尔学院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感谢克拉兹泽先生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中多次提出维吾尔问题。在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联盟的人民外交运动的范围内，与穆斯林世界的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活动。1月13日，来自文莱和马来西亚的非政府组织瓦达阿比姆和全球和平的代表参观了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团结协会。同一天，伊斯兰合作组织人权委员会主席阿比姆及其代表团与东突厥斯坦组织联盟讨论了维吾尔侨民所面临的问题和东突厥斯坦的局势。会议期间还讨论了被拘留在泰国监狱中的维吾尔人的处境。1月14日，东突厥斯坦教育运动秘书长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赫曼向商勒乌尔法 IHH 人权组织工作人员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现状。中国在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同意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其中包括大量农产品和美国的服务及汽车、飞机和能源。据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承诺在未来2年增购近750亿美元的美制商品和超过500亿美元的能源商品，同期还将增购大约350亿美元的美国服务。在中国承诺增购的800亿美元的制成品当中，有美国产的汽车、汽车零件、飞机、农业机械、医疗设备和半导体。第一阶段协议要求中国在2年内增加购买约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相当于每年增加大约160亿美元。美中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有望在本周签署。中国西青海省西宁一辆公交车坠入地陷坑洞，造成至少6人死亡，多人失踪。周一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几个人在青海省会城市西宁等公交车时，交通标志开始摇晃，一辆车坠入路面下。西宁当地官员周二早上称，事故造成10人失踪，另有16人受伤。地陷可能由自然侵蚀或酸性雨水削弱沉积岩而导致。人们认为，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类似事故是由建设工程造成的。